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定讲到一兼二顾，忙拉兼洗顾，卖布兼掠土。意思是讲做一项代志，会当顺续有超过2项以上的效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裤，读科裤第3条。台语字典解释裤，就是穿入下身的服装，依照部位会当分做裤头、裤脚、裤带，也有裤底啊。若依照功能，大概会当分做运动裤、休闲裤、西装裤、牛仔裤、裙裤、甲内裤。若依照长底，会当分做长裤、甲短裤。讲到内裤有3角裤、甲4角裤。3角裤咱袂讲3角裤，会讲是3裤。另外甲裤揽关节动作就是揽裤，甲裤脚闭起来就是闭裤脚。另外也有裤无穿好势溜落去就是落裤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帕提亚裤，嘛有人讲是牛仔裤，这是过去美国西部移民穿的工作裤，因为用布皮布做的，真痒，就较袂磨破。第二个词读做揽裤，这个意思就是把裤揽好悬的动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翁仔某裤大甲小廉，小小过一世人。这对翁仔某开店卖拍铁仔裤，同齐认真拍拼，互相看顾。若是讲人客试穿无下输，一直咧揽裤，因就随我过去斗帮忙，做生意认真，2人搁共心，铁嘛变做金，生意就愈来愈佳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裤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